哦，这么窄啊？这最窄的，不好过。那只是白虎猫吗？对。哦，我们那只呢？那个公的呢？公的已经过去了。跑出去了。看了一群人身上带满杀气，撒腿就跑。苗民抓去接伊了。啊，怎么想嘛？啊，伊固定的记录啊，伊家估计是基金哪一个基金做的活动，估计是安尼的。好近了，近了，近了。哦，进。抓去教训一下，回来一个个都乖一点。哪一只结过了2只都母的没结。你把它抓去以后，下次他们看到你就恨死你。然后他会跟同伴说：“不要过来，那个曾经抓过我的，不要来。”就那戴眼镜的，腿还很粗的那个。之前我家没养狗，我会喂它。养了狗，它揍我家狗啊！他要偷袭它，躲在后面偷摸摸的偷袭我家狗，可能他觉得是我换了宠物了嘛。整片这个岛上多少猫啊？爱不过，爱是一种很奇妙的哈。